見到阿婆70、80歲，仲對住塊鏡畫眉搽唇膏，千祈唔好笑佢貪靚。原來呢個看似多餘嘅動作，隨時係長者預防跌親嘅救命符。日本京都骨大學最新研究發現，有 keep 住化妝習慣嘅婆婆，身體機能竟然勝過素顏嗰班幾條街。數據顯示，佢哋無論係手握力定係單腳企嘅平衡力表現都特別好。簡單講，肯花心機扮靚嘅長者，行路都穩陣過人，連跌倒骨折嘅風險都低啲。點解咁神奇？試諗下，畫眉同搽唇膏其實係高難度嘅微型物理治療，你要對住塊鏡，全神貫注控制手指每一 part 肌肉，眼又要睇，手又要定，千祈唔好畫出界啊！呢個過程呢，其實就係每一日幫大腦同手眼協調做緊特訓。再講，當長輩覺得自己個樣見得人，自信心翻晒嚟，自然肯拎個手袋落街飲茶見朋友，喐動多咗，心情好咗，身體自然建立一個良性循環，遠離抑鬱同肌肉流失。所以做後輩嘅見到長輩仲肯花錢買化妝品，應該要大力支持。一支唇膏嘅防跌功效，分分鐘比起食保健品更加實際。咁你屋企嘅長輩係仲好貪靚，定係已經懶得再去打扮呢？